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梅花风台，伫个中部山区落大雨。南投仁爱乡发地村的武界部落，这个溪水中大水，有2支的登山队伍前后调离同一个地点。当地派出所的所长甲员警冒险撩溪游索啊，协助山友一个接一个撩过错漏的溪水，过程是惊险万分。当一个登山客因为体力载袂条，互溪水冲去，加载及时甲救回来。搁有一个女山友，互员警爱过溪时阵，是当场惊甲哭出来。好哩加载到尾啊，10个登山客拢平安落山，也毋过是互警察活要忝死。环境暗时，爱女山友要过溪，水大到腰遮尔深，女山友互眼前的恐怖景象惊甲哭出来。其他的山友甲塑胶油互条豆豆啊撩溪，虽然溪看度较无10公尺，毋过溪水流甲真紧，一直甲因对下骹冲画面真惊险。这支6个人的登山队伍暗时9点外来到仁爱乡武界部落的腊车溪，因梅花风台带来风雨中大水，因全唔敢安尼过溪，赶紧对外求援。在地武界派出所长和员警随早扫到现场，才交互山友游索来撩溪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踩好，踩好。另外，伫个较早下晡3点，一起要爬监督万山的4个人的登山队伍嘛，调伫同一个所在。派出所长和员警接到消息，赶去救人。其中一位登山客，佫因为体力无够，互溪水冲走。好佳在有风油转来，4个人平安获救落山。在协助山友逐一涉溪而过，其中1名山友在救援过程中因体力不支被溪流冲走，随即被员警拉回，救回一命，平安获救。派出所的员警对下晡3点到暗时9点，连续6点外钟一直咧救人，成功帮助10位登山客落山。不过，伫一天内连续2摆的撩溪救援任务，嘛互警察实在是有够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